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日 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天彩。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209个本土病例，指挥中心也宣布一寡行业也要去进行游览去到健身房的民众，4月22拢爱注到第3档疫苗。本土疫情当日严重，另外高雄也有花莲目前是列做是高风险区域咯。另外各县市也要启动在家照护。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目前回銮要去到彰化市，为着避免这抢救情形再发生，警方伫彰化市安排1000多名警察。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209个本土病例，是疫情发生以来上界严重的数字。19县市当中咧，有6个县市去封列做是高风险区，其中新北市上严重有328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病毒继续伫咧传，破100万例也毋是无可能的。目前先爱做的就是甲疫苗、药啊，还有轻症分流做好势。指挥中心也宣布讲，有一寡行业爱注到第3档疫苗，而且要去进行游览，还佫去到健身房的民众，伫4月22之前也爱注到第3档。各位民众，请注意，正在执行防疫消毒工作。环保消防车伫科技园区的道路四周围喷消毒水，因为桃园高山区华雅科技园区的某一个科技厂传出规定烧话，一共114个人确诊新冠肺炎。大部分还是在既有的传播链以及居隔或匡列的范围，但是也有一些新的传播链。桃园防疫真谨慎，毋是无原因，因为新冠本土疫情佫创下新高，15新增加1209例本土病例，分布全台湾19县市，有6县市列做高风险区，其中以新北市328例上侪，过来是桃园市290例，东台湾花莲有146例，台北市140例，高雄58例，基隆48例。指挥官陈时中坦白讲，疫情持续发展，新冠病例要超过100万例，嘛毋是无可能。我们的疫情会不会破100万？我们也说这有可能。好，所以我要讲说，这个疫情的规模，应该是相对的大，相对的大。但是我们整体就是把减灾做好。另外，也新增加10例重症个案，年纪为40外岁至80外岁拢有，其中4例有注过2剂，也是3剂疫苗，3例有注过1剂，其他是无注过疫苗。大多都是有肺炎那或者是说 X 光没有明显肺炎，但是有血氧浓度较低有氧气的需求，那都有使用跟申请有使用这个瑞德西韦在治疗。若是外界关心国内儿童新冠疫苗什么时阵会当开始做，但是中是讲这礼拜17是由处队召开专家会议，审查紧急使用授权 EUA， 主要以莫德纳为主。完成了之后，就会请学校开始来做医院的调查跟疫苗的分配。那这个疫苗打的这个小学的话，这次以小学的而言，大致上这次还是会采用莫德纳的。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强化第3剂疫苗注射规定，包括医术人员、防疫计程车、殡葬业，也加24类场所的工作人员，4月22日之前爱注满第3剂追加射疫苗。其他亲像高中以下学校、低级补习班、MTV 这5路场所、职业训练所、托婴中心、社区服务据点等，也拢必须注完3剂疫苗。新进人员若是头一届服务进前无注完3剂疫苗，应该爱提供自费3天内抗原快筛，也是 PCR 阴性证明。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国内疫情真严重，除了甲这基隆、台北、桃园列做是高风险区以外，即马高雄甲花莲也列入记录。中央政府即马也正咧推测这个在家照护收治。目前新北市甲花莲对昨就开始施行，基隆、台北、桃园、高雄也特别来启动咯。另外，一讲到这快筛试剂，因为去互中央政府全部拢停用去啊，真侪药局即马买无也叫无回。想要买家用快筛剂，得到答案拢是无回，疫情升悬。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去高雄几间药局，发现快筛剂真歹买，呼吁政府停用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会造成市场大欠货，也是去计销。台中也有类似状况，当地卫生局发现市面的快筛剂专予中央停用，公用库存大约1礼拜来用完。这些试剂还有包括各局处，如果说他们有一些因公需要做快筛的话，我们也会要提供。对，所以我预估大概1个礼拜10天内就会用完。快筛剂需求增加，因为确诊数一直也悬，15日天全台确诊数超过1000例，到了800几套高雄、花莲也放入伫高风险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更加宣布准备启动地处照护收治。新北市已经启动了。
好，那今天那个高雄也来申请，好，那我们可以尽快的哈，能够让这2个地方都启动，请各地方政府好尽速的来准备哈。呼吁各地做好准备，目前已经启动地处较好的县市有新北、花莲、基隆、台北、桃园、中华、嘉义县市、甲高雄，屏东也随时准备上路。跟中央提出申请，好，那这个应该很快就会核准，我们随时都可以做，也都准备好了。我们会有这个居家照顾的关怀服务中心来追踪。那目前人数如果增加的话，部分会再加居隔。劳动中，桃园、双北、高雄拢推地处较好，台南市市政府专治专接备房1000多床，占床率10%，也无到启动的时机。甲台中市的态度同款，暂时无在咧做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来关心花莲甲台东的疫情。疫情指挥中心今日甲花莲改做是高风险区。花莲县政府统计，19确诊人数增加到146个人，其中花莲病院内面的这个确诊人数呢有77个，目前已经有累计到103人感染了，而且有这为病院内面拖到病院外口的情形。另外，伫台东县是增加5个人确诊，连14无解的案会个案计共22例，其中也包含县政府二级主管。目前，这个台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这分流办公机制，和这个台东呢，还有花莲对本地热普的观光区，即马变做是高风险区啊。花莲县确诊案例一困后超过100例，总共有146例确诊，加做东部的高风险区，尤其是重灾区的获得花莲病院卫生局统计，院内确诊案例为早期的77例，增加到即马有103例，也佫继续增加当中，而且有为院内拖到院外进行。尤其是他的家人都有被感染的现象。那103个这个院内感染的状况呢，其中有51个是住民。有4个是他们的看护外籍看护，那有48个人是医院的员工。朱家祥讲，花莲病院原本是新冠肺炎专责病院，即马台检业务加重大疾病业务，已经转由其他病院接手，保存医疗能量治疗院内确诊者。不过，也有另外一个补习班的感染链也咧扩开，间接影响到学校。即马个新增加5间高中职以下学校，部分班级停课到2日。县府也咧积极防止补习班疫情扩开。今天统计的结果，总共有43家已经改采线上课程的教学情形。那这部分呢，我们会持续的宣导补习班。台东县19有22例确诊，主要也是成功镇进香团的感染源，其中县议员确诊，县副主管甲员工也接触史，县府一名副处长甲警局交通队长确诊。疫情收集县府，目前县府已经启动部分分流办公。相关的工作的推行都还在进行当中，不会受影响。但是对于洽公的民众可能会有些许的不方便。东部市观光区暗过确诊的情形连环报，虽然中分的部分比赛项目已经延后举行。即马花莲市街路是零零清清，花东两县的卫生局拢呼吁民众，特别是65岁的老大人，赶紧起注追加疫苗，降低染疫重症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咧昨有举行记者会，来到现场的记者落尾检出确诊，伫现场的贵宾也包含着指挥官陈时中，也有发言人曾仁祥。目前因拢当咧进行自我健康监测，不过因2个人伫今仔日疫情记者会也是有出现，陈时中佫提出一快筛阴性的结果，希望大家着爱相信。另外，同款是伫咧自我健康监测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同款去到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翠阳挂号，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甲备询，引起讨论。因为市政府就是举行记者会，结果参加的媒体内底有人确诊，侯友宜也因为安尼爱进行自我健康监测。我今天要来之前也自我健康监测完了，没有问题，才到议会来。我的状况一直都还是非常的好，所以请大家安心，没有事。121人呢是做自我健康监测。那另外有1位呢，他是因为本来就跟这个记者有过共餐，所以呢，这一位的记者他是判居家隔离。市政府表示，2个媒体记者阳性确诊，感染源爱搁查，包括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甲发言人曾仁祥，拢爱进行自我健康监测。2个人15照常出席疫情记者会，陈时中佫提出家己的阴性快筛结果，希望社会当相信。我
至少跟庄户的距离上远了距离是够的。那大家也一直全程都有戴口罩，所以是自主健康监测。新北市15个增加328例确诊者，台北市是新增加140例。亲像台大病院就证实，最近小林县有一个护理师加一个急诊医师确诊，研判不是院内感染。目前医院的一切营运都是非常的正常，那工作也都没有受到影响。另外，疫情也探到校园，台北市到15拢总有75校超过7500人停课。亲像师大附中就学生囡仔确诊，国大酷热，致使到10外老师上百的同学临时无法度来好好上课。主要就是有学生确诊，匡列到差不多170-180人，所以做一个预防性的改为线上上课。中正区某大型高中这个案例，他决定是下周停课。就是线上教学5天。因为北一路到今已经有14例集中在2班的师生确诊，后礼拜全部改做线顶教学。松山高中也因为有学生囡仔确诊，同款嘛是改做线顶教学。记者综合报道。人讲3月小妈祖，这大甲妈祖绕金针乡目前回乱要入到彰化市啊。为着要避免这抢桥情形再发生，警方伫彰化市安排1350名警察。另外，大甲妈祖的乱架案算伫16头早4点半会到台中的警方呢，也去照别顶的新桥来演练，防止有人要抢桥。新桥当日前进几廿名闹事分子弄出来，互警方强势驱离，也过错落来，各有民众想要围堵，警方前紧组成人墙，击开民众，互新桥前进。这毋是刚发生抢桥事件，而是台中警方防抢桥演练。大甲妈回乱，有计16头早就会到台中，台中警方传咧等。伫回乱的最后2天，准备超过1200名警力，防止任何冲突也是失控。先期的一个搜证对于可疑的人事物先观察、处理、搜索跟排除，强力的方式来把轿子带走我想这样的方式行为应该都不是很恰当的。出招新桥的公庙表示，平时新桥就算无要紧，也袂随意出动。这摆因为公共事务出动，希望互大家妈回銮平安顺利。也不看卖演练过程，甲这个月初9伫彰化市区的抢桥冲突人数差真大，敢是真正有效果，也有待观察。另外，大甲妈绕境第7天行程也伫彰化地区，暗时要驻驾彰化市的天后宫。警方有计伫市区准备1350名警力。彰化县警察局一定立即严正的执法，强力的打击，并且以现行犯逮捕，一个都不会漏掉。彰化警方表示，彰化天后宫一带的主要道路拢是重点区域，将其优势警力防范任何突发状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甲妈祖当咧进香，若准备去游览进香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指挥中心伫今仔宣布讲，这注意的规定变更严格。若准备去进香游览，要去到健身房的民众，拢爱注到第3档疫苗。旅行社就卖怨讲，4月22开始就要下规定，时间伤过迫啊。环保局人员伫基亚路来回消毒，这个所在拢被通报有确诊者的行踪。原本是热门旅游景点的基兰大溪，即马却是空。国内新冠疫情继续滚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做第3期疫苗规范加严，为4月22开始，出入24类场所的工作人员、邀请进香团、旅行团成员加去健身房的民众，拢爱完整做第3期疫苗，才会使参加。会跟不特定的人士相处的时间会比较长，会住在同一个地方，那同一个游览车交通工具，那加上饮食，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能够把第3剂打满。出市商为疫情爆发了后，观光产业大受影响。在各界努力之下，真无简单，重建民众对国旅的信心。想要到最近本土疫情爆发，未少旅游的所在出现特定条佮影响，毕业旅行大过。即马佮规定，无特定对象组成的旅游团，爱完整做3期疫苗才能出发。旅行社业者怨声连连，实在毋知要如何是好。
那你有客人说啊，我还一家4口，但是有一个打2剂，对不起，不能参加。不是那个不能参加，是一家4口都不会参加了。那你万一有一个偷渡啊，哦，抓到了，他确诊了，你旅行社不听话，罚，倒霉的又是旅客跟旅行社，责任是谁的？除了旅行业大受影响，餐厅、观光饭店也拢陆续接到消费者退订，业绩落真济。明明是吃饭的时间，内底却拢无人。过年以后呢，那整个生意都回稳，冲上来了。但是呢，最近的疫情这样子，整个暴跌。我现在剩下大概之前的1-2成，现在整个大家不敢出来。面对疫情可能带来冲击，行政院已经请相关部会就防疫纾困这问题来检讨。等延长的范围时间出来了后，会赶紧送立法院动议。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本土病例一直增加，着民众烦恼会点病，赶紧走去买这防疫的保险单。历史几多间保险业者的网站都无法度入去，甚至有民众冲到现场要买。业者也烦恼讲，这疫情拿出来大爆发，因会了钱，目前拢宣布这防疫保险单暂停卖卖。保险公司门口桌顶放满申请书，等叫号民众无所在写字，有人对着壁，有人是跪伫机车车头，只为着赶伫中昼12点进前完成防疫险的投保，因为最近本土确诊人数一直升高，让民众真焦虑。越来越多了，对啊，你说确诊的风险还蛮高的，而且我们这附近好像也是有好像的确诊的足迹。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然后想说来帮小孩买一个保险，因为我自己本身前2天也兄弟已经有保了，因为这几天他们的网络都塞车，没办法买。疫情升悬，防防疫保单佫出现大个抢在买，不少业者的线顶投保网页防贴满，根本无法度进入，民众只好直接走到现场投保。大量投保申请涌入，也让部分业者不得不考虑理赔等相关风险，拢宣布暂时停卖。因为大家就是疯狂的买，很快的，它的风险未纳量就会到了。保险公司基本上它就会考虑是再推新保单，可是它推新保单需要一点时间，比如说它必须要看看有没有一些风险管控措施。金管会保险局表示，目前只敢收到蓝山防疫保单申请永久停卖，多数应该是在做改版相关评估。民众预期改版了后的保单恐惊保费甲后续理赔条件上，未比前保单较好。也毋过为了加一的保障，不少民众也是愿意买单，都希望家己上好卖用着。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罗西亚帕乌克兰战争，伫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呢，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网络顶头也讲到，这顿巴斯是罗西亚所来要攻击的一个目标。另外，国际货币基金 IMF 表示，受到这战争、疫情也个通货膨胀影响，真侪国家的经济拢会变败。乌克兰的工兵单位这礼拜伫进前甲俄军相战的北部城市卡尔科夫街路轻度可疑的爆裂物，佮将其他被捕弹收集起来。中国会伫同款爆发过相战，为伫东南部的赫尔松同款有工兵单位进行独立作业。也毋过确实换过来负责的俄军官兵，也是穿着防爆衫，用手一卡拉一卡挖掉地雷边的土沙，会当拆除引擎的土铁，无法度拆的，只好现场引爆。甲轻度地雷比，经济复原难度搁较悬。世界银行在指出，乌克兰伫2022规年的 GDP 会大落波45%以上，2023年复原的比例只有2.1%。国际货币基金杂志是进一步表示，伫疫情、国际物流、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之下，其他多数国家也是会当勉强维持正成长。最近，除了乌克兰讲拍沉俄罗斯的老古巡洋舰，双方无伤济的战场攻防。各国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南部，也就是统称做顿巴斯的地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网络发表演说的每日开讲，则是就讲到顿巴斯。Вони показали, що саме Донбас для Росії – це головна мішень. Саме Донбас Росія хоче знищити в першу чергу. 也毋过，俄罗斯早伫3月下旬就讲到，攻打乌克兰的主要目标就是顿巴斯。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ь основ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достижении главной цели –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Донбасса.
在西方大国反应方面，看到英国首相强生成功访问乌克兰，造成一种风潮。美国白宫幕僚军计会要以更顶级的高规格甲英国比试，英国路透社报道指出，伫安全有关有顾虑，政府元首被亲自前往，你是由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国防部长奥斯汀出马。公司新闻起家真编译。英国政府拍算要用英镑1亿2000万做代价，和非洲卢安达签一个非法移民安置计划。对今年1月初开始，若准偷渡去到英国找找庇护的人，拢会放送到6400公里远的卢安达。庇护资格审查若准通过，就会当住伫卢安达。这个消息一出来，引起众人批评。不过，英国政府也强调，这个计划会伫现有的制度内面施行，无需要透过国会立法。英国内政大臣巴特尔则是伫卢安达首都吉加利的会展中心甲路国华长，比如他签订价值1亿2000万英镑的英国非法移民安置计划，今年1月初一起，坐船啊经过英吉利海峡，也是藏伫卡车内经过法国偷渡进入英国寻求庇护的人，拢全部封转送到卢安达，庇护资格通过也将长久安置伫当地。英国首相强生讲，这是破坏金社集团获利模式的上好办法，同时对寻求庇护者也是听到佫有同理心。These vile people smugglers are abusing the vulnerable and turning the channel into a watery graveyard, with men, women and children drowning in unseaworthy boats and suffocating in refrigerated lorries. So, we must halt this appalling trade and defeat the people smugglers. That's why we're passing the Nationality and Borders Bill, which allows us for the first tim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eople coming here legally and illegally. 偷渡进入英国的人数，2020年是8404人，去年来到28526人。打击偷渡的配套措施也包括将顺行英吉利海峡的责任交予皇家海军，甲将人口走私客的相关刑罚提升到终身监禁。不过有160多个慈善家社运团体以公开批方式要求强生政府取消这项暂禁补贴计划。Fundamentally, it's an inhumane, unworkable, highly expensive policy that really shouldn't even be. We shouldn't be needing to talk about this. It shouldn't be being considered. 以色列甲澳大利亚同款也拢实施这套将非法移民送往海外做法。以澳大利亚为例，2021年开1亿6000万英镑，安置239人，换算起来一位偷渡客的安置费达到190万英镑。听受到反对党甲人道组织的批评，强生政府就准备西过国会立法，直接伫现行制度的范围就地实施。预计第一批偷渡客几礼拜内就会送往卢安达。另外，卢安达当局方面伫1亿2000万英镑资助金的吸引之下，也愿意做英国的偷渡客海外安置中心。佢认为，这批移民的来到将对经济发展甲鼓励进一步的投资有帮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如果有这非洲的查甫人去互美国警察压枪杀死，密西根州警方公布一个画面显示，这个26岁查甫人伫4月初4当天，可能是记者这警方的临检，当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和警察发生冲突，佮要抢这警察的车。枪呢，就要去互警察开枪弹死。家属认为讲，这警方的行为伤过头，也引起当地民众的示威抗议。Get in the car. Dude, I'm stopping you. Do you have a license? Do you have a license? 警方发现路边停一台可疑汽车，要求26岁查甫人李奥也提出驾照。查甫人先是嘀嘀嘟嘟，所来门拍开，甲车内的乘客讲几句话了后，下一秒起脚就走。Stop. Stop. Put your hands right here. Stop. 双方悠悠人人，李奥也真侪解想要离开，也阁想要抢走原件手头的电击枪，到尾原件将人压倒伫涂骹，阁向头部甲开枪，查某人当场死亡。规个事件发生伫4月初4早起，美国密西根大吉流城。事后，警方召开记者会，公布密录器的画面。This is a difficult day. 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family
Patrick Lyoya. 不过，李奥也家属甲律师质疑，佞作是干那因为车祸甲车型对袂起来，警察就动手。对无摕武器的民众来讲，使用无必要而且伤过度的武力，是毋是有执法过当的嫌疑？李奥也一家伙仔为着闪战乱，为刚果移民来美国，无想到到尾也死伫暴力，家属是愈想愈冤切。My heart is really deeply broken. Sikuwa najua kama katika hii nchi I didn't know, I didn't believe that in this country kama kuko genocide, that there is a genocide in this country. 又搁有非裔查某人互人射杀，搁引起民怨。大吉流城市中心差不多逐天拢有民众摕乌名关天的标语，大声喊要替受害者讨回公道。警察局表示，目前专案已经进入调查，涉案的员警目前当地绑有薪假，职权互人暂停。另外，除非员警互人起诉，安尼无被公开身份。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全世界上界好价的人，也就是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进前买Twitter 9.2%的股票，当马斯克佫讲要用新代票1.2条甲Twitter买落来。马斯克也一再强调讲，买Twitter毋是为着趁钱，一切拢是言论自由。伫进前收购 Twitter 差不多9.2%股权了后，全球上好嘅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则是直接向底牌，提议要收购 Twitter， 总价值430亿美金，差不多新台票1.2条。马斯克强调，收购 Twitter 毋是为着趁钱，是要提供大众一个可靠嘅言论平台。This is Musk in corporate raider style looking to own Twitter, and we believe after many twists and turns ahead in this soap opera, he ultimately ends up owning Twitter over the coming months. 美国证监会的申报文件显示，马斯克提议以一股54.2美金收购 Twitter 的股票，这个金额比13的收盘价高出13%。只不过偏颇社所引述的知影内情人士报道 ，Twitter 董事会当地考虑要采取行动来保护公司，避免互人并吞，包括着股权变薄、反收购措施。分析师是讲，这个收购提案未来几礼拜会出现一寡问题。不过，真歹有其他的竞争者出现。Twitter 董事会将有可能被迫要接受报价，也是进行卖公司的庭事。If the board says no, as a fiduciary, they'll be eating lawsuits for breakfast. So this is going to force the board to do a strategic process, look for another bid. But this, in my opinion, is the current Twitter story with the clock striking midnight. One way or another, we believe the company is going to be sold. 不过，收购消息公开了后，马斯克则是伫会议场合表示，伊无确定是毋是会当摕到 Twitter， 不过伊会尽力来维持法规所允准的上济数量股东，毋是家己单独的资本。Twitter 股价礼拜四收盘落1.7%，也反映出市场认为马斯克出价真有可能会逢拒绝，也是到尾啊会失败。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美国参众议员访问团来到台湾，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总统蔡英文在起接见访问团，希望台湾在新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这个角色。美国官员来到台湾访问，也引起中国调侃问题。中国解放军宣布要对台湾附近的海峡空域进行战备训练。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瑞姆甲动用机跨党派议员团来台访问。15日起解除隔离了后，总统蔡英文第一行程就是亲身接见，表达台湾希望在新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一个角色。台湾一直是美国在印太区域最坚实的伙伴，我们期待能够在新的印太战略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和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共同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蔡英文感谢美国国会坚定支持台湾，除了格瑞姆，也有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孟兰德兹等真侪位国会台湾连线成员。孟兰德兹阁透露，出发进前中国不满，不过因无退让，就是要坚定支持对台湾的承诺。Are very unhappy that we are here, but that did not dissuade us from coming. We seek no conflict with China, as I believe Taiwan seeks no conflict with China. It is often asked, what would America do if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became more provocative against Taiwan?
we're going to start making China pay a greater price for what they're doing all over the world. 直直早起，美国空军加油机甲 P-8A 丁伫巴索海峡空中加油，强机马上进出西南空域，做着广播处理。强军阁宣布15伫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甲对海突击等区域演练，都是针对最近美国伫台湾问题上一直释放错误信号而做一个。美一方面做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一方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这是极其虚伪的，毫无信义。If America abandons Taiwan,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fundamentally for the worse. Who would be our ally in the future? 最近台海局势紧张，媒体关心，那中国反台，美国是毋是出兵？高瑞木表示，所有选项拢可能。这摆来台湾，毋是要改变一种政策，是要甲台湾人民讲，美国支持台湾，放弃台湾，就演讲是放弃自由民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德去互中国用电互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伫14期满。今仔日早起对厦门坐飞机登来到台湾，所来进行10+7的检疫隔离。李明德也伫面册顶头表示，强调目前当咧隔离，含伫咧中国的隔离是完全无共款，伊伫台湾是去互爱染条条，毋是去互恐怖包围。立委甲民间团体也呼吁陆委会着要做出系统性的调查，互民众了解到伫中国的人身自由甲人权的问题。由专人协助提行李 NGO 工作者李明铁，伫中国关押5年刑满，总算顺利返来台湾。15早起为厦门坐飞机，10点15分飞到桃机场。李明铁无甲一般旅客做伙，是直接坐专车到宽武商务中心进行喙内采检，随后通关，坐防疫车辆离开，要进行10+7的检疫隔离。李明哲先生是关心中国大陆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遭到中国大陆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审判，并监禁5年。台湾人民无法接受，我政府认为传播民主理念无罪。李明铁透过面册专业找找李明铁向外界报平安，强调即卖的隔离甲伫中国的隔离完全无共，伊即卖是互爱包围，毋是互恐怖围困。感谢国内外人士啊甲团体的解救，救援大队是回应会看李明铁的情况召开记者会。我们其实也很意外的，其实中国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让明哲就是那个期满服刑释放，然后也愿意让他回台湾。那这个是我们一方面很意外，一方面也很高兴的一个结果。那但是我们还是要重申，过去5年其实对明哲来说是一个消失的5年。李明铁因为家属甲民间团体持续声援，第2番变做个案支票，目前也还佫未少个人伫中国被失踪、被关押，互外界真关心中国的一步。台管会是讲，中国应该释放所有遭受欧被逮捕加监禁、保卫人权的人。那我相信，就算今天李明哲回到了台湾，我们仍然不能原谅中国这样子的暴行。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只要我们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情况下，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其实都是会被容许的。立委甲民团呼吁陆委会做出系统性的整理甲调查，互个人了解伫中国的人身自由甲人权现况。对这代志，陆委会回应，针对个人伫中国的个案，以各种管道掌握提供协助，也希望中国会当重视个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本土疫情，即摆也拖到校园去，教育部也要求所有大学爱事先规划会当隔离的宿舍。学生若准是密切接触者，就爱留伫咧宿舍内面隔离。即马有风声讲，伫花莲的自治区内有5个当咧病院是被学生甲一个老师确诊，不过学校也无来公开这个消息，引起学生的批评。学生也骂讲，拢无互因去叫来做快筛，大家是真紧张。新冠疫情拖入校园，14日天全国增加132个学生确诊，其中本土占117个。校园的确诊者愈来愈多，教育部13发文予各大专，要求爱先规划隔离的宿舍。若是学生互人扣列做密切接触者，会当直接伫学校的宿舍隔离。新代表示已经准备好势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光山社变成居家隔离的宿舍。这一栋宿舍同一个礼拜有100个人确诊，它会被匡列的可能有400-500个人，只要是匡列密切隔离者，我们就会在这一栋宿舍。隔离的宿舍就要一个人一间，但是代表明无法度符合标准，就要和防疫旅馆合作。
若伫咧花莲的朱济科大，拜二、拜三陆续传出有至少5个去病院实习的学生，甲一个老师确诊。有住宿舍的学生指控，校方伫前2天拢无通知住共楼层的学生讲，有确诊者就要加注意。另外，还有一位确诊也未立案号的学生，佮讲，啥物代志拢要家己来处理。让那个确诊者自己回来收拾东西，因为我们都跟他们共用浴室及厕所，然后我们应该也会有点危险吧。我们就有询问说，那我们的3餐是否能够帮我们送？他们的回答是说，目前人员不足。朱济科大无接受访问，干那用声明甲录影的方式说明，强调确诊的学生是带入去一人一间的隔离宿舍。隔天早上呢，我们也有逐一电话来通知家长。那餐点的部分呢，我们都是同步提供当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住宿舍的学生讲，互人扣勒的学生目前确实是已经还没分流，不过代志发生伫咧拜二、拜三，学校到拜四拢无通知。拜1、拜2去实习的学生，有人转去厝里，嘛有人转去宿舍，认为校方防疫做了无妥当，引起学生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咱的轿车、乌托邦照规定，拢爱投保强制险。若准民众有驾酒赛车记录，过当年这保险费用就增加。另外，这危险驾驶未来会依照着发生事故几摆，这保险费用一届就是加2700块，而且会当一直天气里是无限制。新规定上紧伫今年第3季就会来施行咯。外来湾区动作各个会减速，各度这台大货车恶意逼车，若出代志，相关罚2万4，高吊销驾照。金管会也个宣布，建议强制险保费也会提悬。开车这个乱七八糟的哈，比如说有很多超跑的人，他在马路上蛇行啊，不然停车造成这个违规的话，一次2700。赛车人若外来外去，或者是车速超过规定相关时速80公里，或者是逼车让道，加故意减速、打档啊，每一摆违规加罚2700，加罚次数无上限，也就是讲，若违规10摆，建议强制险就会被加钱27000块，按算今年第3季进度。没什么遏制的作用嘛，加至少破万吧，跟那个违反交通规则是差不多。如果真的提高到这样子，有点感觉了，因为本来是不太会去记得它的价钱是多少。另外，共济车主也是有真济台车拢会被加钱，除了危险驾驶加钱2700，那因为酒后赛车被罚，还佫会另外加钱3600。以前我们的那个保费都是均一的保费啦，拉出一些行为不良的人，把它再加重。保险的目的就不大，是为那个交通主管机关警示作用。加钱目的主要是为改善危险赛车行为，毋过前提是出现肇事违规事实才会被加钱。所以有学者认为，若有危险驾驶行为被罚，建议保费就应该加钱才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有2只伫咧台北市立动物园出事的拉里，13坐着训练机去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过当天暗时也到当地动物园。也因为台北市和布拉格是姊妹仔市，2市的动物园也签订保育 MOU， 这是头一届完成动物之间的交流。拉里小宝宝唐凤连妈卖尾唔甘放，亲像安尼情形已经无通看到咯。因为妈妈润喉糖甲另外一只公的国宝，食完早顿了后，都被装入去人啊，坐车到桃园机场，要去捷克的布拉格动物园。班机13起84暗时到位，台北市动物园随行人员观察，润喉糖适应力比国宝较好一点啊，2只拢经咧食物件咯。国宝它把就是它的那个土全部都丢到就是他们的水池里面。那另外的话就是他们整个晚上就是到处在探索，然后并且爬到高的树枝。2只目前咧检疫爱30天，布拉格动物园有估因5月15日对外公开。动物园下这年期开这类保育大赛，是因为拉里伫野外做着大量垃圾，也是非法教育上济动物。要让更较侪捷克民众熟悉这个物种，也会继续投入伫各地保育工作。To bring more attention also from the public to this conservation issue related with the pangolins, and we are sure that it will help us to join even more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in situ in the wild.
台北市甲布拉格市自2009年结束假媒市，两市动物园也签订合作备忘录，推动保育工作。那里有薪爱5个月，饲囡仔就爱6个月，是生团无甲简单的物种。即摆找出最贵妈妈润喉糖加大新的国宝，希望因到布拉格了后有机会生团后代。这是台湾第一摆将动物送到捷克，2个医院咧参详合作的物种，也有蒙古野马、银鸡甲白虫类。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大学的林森校区无伫咧使用的教室，摕来设精神障碍者的心拄听会所。负责经营的协会表示，伫这个所在会当安排搁较侪活动，嘛会当增加朋友甲社会互动，甲因斗相共。精神疾病的朋友甲社工伫灶骹无闲款聊，嘛讨论活动的安排。这个新的会所用鼓励参与的方式，增加精神朋友的信心，协助因来面对社会。他们来参与会所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呢，他们逐渐的在自己的参与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一个自信心，所以他的一个对社会连结的一个主动性会出来。嘉义市政府邀请社情社会团体到帮站，利用大学无咧使用的教室，改造精神疾病的会所，已经正式落成。未来暗算伫这个会所，要来照顾200位精神疾病的朋友。去训练伊会当去想看卖伊今日要安排什么款的工课，想要做什么款的代志。这其实嘛会当去训练到伊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互有这个能力会当回归到伊日常的生活。这种用协作方式的服务地点，目前伫中央部县市是第一间。经营的协会指出，朋友拢是会员，90外平的空间，会当共一个时间有70名会员来运用。社会局嘛表示，伫市内另外一区嘛已经规划第2间，希望照顾嘉义市有需要的朋友。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新北市伫去年通过废污水管理治理条例地方公道案，草案今日送到议会审议。公道案发起单位台湾清洁水行动联盟提出5点呼吁，其中也包含爱甲排放废污水的事业单位提升列入去废污水的管制议题。新增事业废污水，新增事业废污水，禁止排入，禁止排入。手举牌啊画口号，去年底在新北市通过废污水管理治理条例公道案，草案这是送议会审议。发起团队针对内容提出相关呼吁。目前的废污水排放的相关的条例里面，其实它是设置了管制区域跟管制执行区域，但是它绑的是必须是下水道铺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会进行管制。那众所周知，我们新竹市的下水道铺了这么多年，都还没有到达20%，所以如果只是单用这一个依据来判断管制区域，其实是对于民众的交托其实是相差甚远。林好水公道去年以13万票通过。市政府经过协调，希望整合民意，定出符合民众期待的法令。议员嘛正期待这届的相关讨论。我们不希望由工业喝好水，民生喝废水。我们希望的是，灌溉水源和饮用水源的上游都不应该有这些污水的排入。今天有几个诉求，我想我们要提升所有市民的生活品质啊，这个大家对这个的期待啊，我们都一起来努力。废污水管理治理条例草案第一议会顺利3读通过，而且佮附带决议。废污水委员会由市长林志坚担任主委，甲委员会设置运作方式，别拢需要各送议会审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咱台湾一年制造出来的本数差不多有1000万吨，油喷着50万吨。这油喷是要安怎循环再利用呢？伫这礼拜六暗时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帮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看到这规堆袅袅两个糖，可能袂少民众毋是感觉着惊，都是中要明白。毋过对技术绿色科技这间新的公司来讲，这笋糖是因循环经济重要的军队。就在大学的时候有一门叫做文化与环境创意产业。那我在搜寻过程中就发现黑水虻这东西是可以解决台湾现有的厨余问题。笋糖是一种会食烂去的有机物的糖团，本身有真强分解有机物的能力。目前外国已经有真侪企业开始在做饲笋糖的计划。但中午嘛伫咧桃园，甲一间无人伫咧用的家条组起来，加做伊梦想的基地。这种所谓的低碳排放的物件吼，全世界拢是在走这一方面。你台湾你袂使置身事外啊。
咱有法度这种本来是爱开钱去拼单条面行，甲做最后的这个利用吼，这个概念是袂歹。目前台湾饲笋塘大部分是用来处理豆粕甲喷，其实笋塘循环经济价值毋难安尼尔。我看到污水处理厂处理所产生污泥的问题，一直无法度解决，所以我想要来试看卖啊。阮甲部分的饲料换做黑水虻，阮的感觉是人有较侪一寡，有较大粒一寡。伫台湾饲笋塘算是打开始，真侪研究数据还无够完整。伫推广方面，虽然是拄着袂少困难，不过面对未来市场，陈忠武用伊家己的经营理论来面对甲解决问题，创造属于因的绿色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农民平常时爱做事，若准想要卖家己的农产品，是无用来顾单。不过，伫台南左镇台20公路往山上方向，就一担伫咧卖限钱的单，底下放一个保险箱，民众要买，就家己拼钱伫遐，完全看人客良心。一包一包的限钱地好好，就安尼放伫台南左镇台20公路往山上的路边摊，无头家咧顾单，边仔干那放一卡保险箱，互人家己落钱。原来是农民无用做事，无法度顾单，才想出这步。我为了要工作，我把那个东西放在这边，让客人自动投币。不过头家敢袂烦恼讲，有人唔纳钱做菜头，就甲限钱赶走。他有遇到说没有投币直接就拿走吗？会啦。就是我觉得说，既然我们敢设保险箱，就是不怕客人有这种行为就是当做没有就好了。即摆这款良心商店愈来愈多，虽然也会拄到无天良的人客，不过这全然就是靠民众的良心和头家对人客的信心，这款机制才会使继续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稻埕的福星堂病院呢，是日本时代伫大稻埕头一间由查甫医生所开的妇产科病院。伊当时的医疗用具甲分布拢保存甲真完整。台北市分法局伫进前也改指定做市定古迹，要互民众了解到这段历史。生过鸡酒芳，生袂过四地帮。一句话讲出古早时代查某人生囝的风险。台湾伫日本时代引进现代医学，嘛开始有妇产科诊所。这间福星堂病院，就是陈曲医师伫1941年开业的，不少大重点人拢是伫这出世。名称坑安呢？坑中啊？不是，他那个长的挖边啊，囡仔生好的时阵去洗身躯，洗好有抱在楼顶。周太太当初生囡仔拢是伫这生，伊讲互女医师看嘛较袂歹势。但是伫过去，女性若想要读医科，大部分拢爱去日本。一开始最辛苦的时候是蔡阿信那个时代刚去，非常非常辛苦，而且文化的那个冲击、差别的冲击非常大。等谢仁介他们去的时候，因为台湾已经逐渐的熟悉日本的那个文化的各方面的东西，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他们是比较舒服的。虽然福星堂伫1998年结束营业，但是建筑物内面保留完整。台北市文化局也伫进前通过指定市定古迹。伊见证咱台湾这个生产100年来的历史，咱为产部、助产士加这个病医，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负责修复福星堂的李大家建筑师表示，未来会照原本的计经规划共享办公室，而且安排电视计划，用小型博物馆的概念，将福星堂行过医疗史、电视获证人。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白色恐怖初期，有不少政治犯是伫咧绿岛的新生奋斗处做监训，其中有14位少年人去互政府指控叛乱罪嫌，甲因加按罪名，就安尼生着该判死刑。即阵国家人权博物馆甲受难者的口述历史公开，要提醒民众，这民主自由是真侪人的牺牲所换来的。像永远的美笑，
着这块歌，纪念受难者伫咧庆祝迄年面笑笑的模样，表达永远的思念。新生再办乱案过尾70年，当年伫火烧岛做新生的蔡坤林先摆，真心痛。讲到呾加害者到底是谁，伊又毋知。无做感恩甲死刑中间的这路，这距离偌大，对这个性命无尊重的，这款的哪吒到底是什么人？1953年到1956年，台湾白色恐怖初期，绿岛新生训导处发生再办乱案的事件，14位少年人去互政府严格复审了后，以叛乱做理由，搁再按罪名，全改判死刑。宋文朴先生的爸爸就是其中一位。那我父亲是属于比较不幸的那一群人，在威权体制之下的白色恐怖。不是只有这么一小段的故事，而是有更多的受难者，是家破人亡。那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是借由档案研究，还有在座所有前辈及二代家属的见证的一些口述的部分来加以佐证，才能得以平反。一张的旧相片甲手稿是受难者家属提供予人员馆，希望倒以考述历史，也对照解密的档案，甲历史真相甲加害者的结果找出来，因也望历史唔好搁再重演。记者阿明金、林玉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8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